乔玲姐，把照片拿来吧。好的，光光。光光，那个不都叫汪汪吗？学学人家陆光，年纪比你小，懂事比你早。乔玲姐，哼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才懒得管他。这次任务的委托人，希望我们能在雀德游戏后天公布第3季度财报之前，提早拿到他们的核心财务数据。但这份资料被他们的财务总监单独监管。为了避免系统被黑，他也从不在电脑上留底，随身携带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突破口在哪儿吧。他的助理艾玛是有机会看到数据的最佳人选。最近一次和他相关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？那这张是艾玛前天晚上10点发在朋友圈的。哇，深夜放毒啊！你先探探机会，倘若不行，再往前找就要追溯到上周。财报数据可能就不是最新的了。有戏？有，且仅有一次。我还真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对不起，没事。刚听你说着急去火车站，我开车可以顺路捎上你。我说过，不问将来。哎，不问不问，开个玩笑。那么认真干嘛？里面喂，出来听课了。哎，恭迎包租婆驾到！这么快就有新委托？你接过也挑挑拣拣，别什么破烂子吧。接下来是社会时事。昨晚在城郊河内发现一具女尸，据警方调查，死者生前在雀德游戏担任财务相关工作，目前不排除因工作失利而选择投河的可能。本台会对后续侦查情况做追踪报道。哦，来了。照片不少，线索难找，机会不多，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。但你说说，那么多年的合伙人，怎么就割袍断义了呢？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？办事就好，来龙去脉不用你操心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俩万一哪一天一言不合，是不是也会分崩离析啊？如果你胆敢背着我搞些阴谋诡计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就打花你这张小白脸！看我庐山升龙霸！你出拳，我出步，你输了。哎，原来你比我还幼稚。准备，出发。以后这么难的委托，一定得问巧玲要加班费。一旦让他带着招牌汤面把店开起来，那我辛苦建立起的连锁品牌就付之一炬了。你都盯着这最后一张照片看半天了，能不能行了？不行，这张一点机会都没有，放弃吧。就算你看不到希望，但也不代表不存在希望。来吧。本来说好每年都要香庄可是个好地方哈，地儿不大，可却是好山好水，风景秀丽。哎，那儿还有一种叫香花草的植物，这不光花好看，味道还特别好闻。当地人会把它们晒干磨成粉，当做调味料使用。也就是说，林真经常去香庄，是因为进货。应该没有推断错。
而且因为是土配方，所以鲜有人知。林真在汤面里加的应该是香花草粉，这种植物只生长在香庄。你是说，香庄香花草？啊，当然了，这也只是我们根据线索的推断，事实可能还需要您派人调制品鉴。不会错了，不会错了，就是他，终于被我找到了。大功告成了。你别说，之前都吃怕了，但真吃不到了，还有点想念那碗面的味道。哎呀，可惜某人没尝过，无法感同身受啊！滚！哎，这里怎么还漏了一张？嘿，这张不就是林真的手机屏保吗？这应该是在大学宿舍里照的吧？等会儿乔林那丫头来了，让她赶紧还回去。你有病吧？一惊一乍的。面！哎，能不能让我去吃最后一碗？不行，怎么能为了这种幼稚的理由随意进入委托人的照片？哎呀，也就最后一次了，好不好嘛？不行，你嘿，俗话说，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来尝尝我这复刻版的南秦那一碗味道如何？你要是敢把照相馆改成面馆，我立马走人。啊，这还没还完呢，谁都不许走人。哟，吃面呢？哼哼。哎喂，你拿走一碗，我俩咋办？陆光，这个人是谁？我也正想问他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跟踪你？误会了，我叫陈潇，是个建筑工程师。网上流传说这有人可以进入照片里的时光。啊，原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啊！哎，失礼失礼。但你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？传说千奇百怪，有的说老板是个小仙女，也有人说是个老神婆。什么神婆？我怕被骗，所以特地先暗中调查了一番。大仙，如果你真的有办法，请你帮我。打住啊！别大仙大仙的，叫我乔乔就好。啾啾，不是啾啾，是乔乔。哎，这照片不就是我前几天刚帮人洗的吗？神婆倒挺会招揽生意，说来听听吧。委托人当时是校篮球队的替补兼校报摄影记者。这是我们最后一场比赛前的合影，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。输了比赛，错过初恋，最后还跟我妈大吵了一架。所以，我想给过去的他们各自带几句话，来弥补我留下的遗憾。这个要求，你看可以吗？带话，这搞不好会影响过去。你确定没问题吗？这次没有关系，并不会改变结果。听你的，来吧。别忘了我是教化学的，你们这些孩子一个个都怎么了？篮球对你们来说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打得不赖嘛，新来的。以后我俩就是拍档了。随便玩玩，何必当真？他可不是。每当我把球传给你的时候，都代表了我对你的一份信任。这一辈子，能和值得信任的伙伴在一起，
多么难能可贵的事。程教师，别忘了你现在还活在过去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。到此为止吧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放心吧，程小石，快发！放下这个天魔！篮球对你们来说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快发！放下这个天魔！相片里的世界即代表过去，你做出的任何改动都有可能扭曲时空，改写未来，但也有例外。什么例外？在某些时光里会有一个重要节点，就算不小心改动了之前所有的进程，但只要那个时间节点的事件结果不变，那么一切都将复旧如初。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。输了比赛，错过初恋，最后还跟我妈大吵了一架。重要的事件节点一旦被打破，那么之后的过往可能都将被改写。我好想救他们，救所有人。已经发生的事，不是你和我能控制的。抬起头，向前看吧。陆光，能不能救救妈妈？只要一个，只要让我救她一个人就好。好吧，我告诉你该怎么做。谢谢你，陆光。第一针，我刚去陆红斌家，镇子上的人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不管真的假的，准备一下总没错的。哎，等下，我去把家头东西收拾下哈。哎呀，大难临头就别拿了。这次地震还造成了山体塌方，把大半个镇子都埋了，往外跑危险性更大。陈潇当时碰巧在饭厅，躲过一劫。哥，你还生妈的气呢？才没。今晚的夜空真好看，我就多看会儿。喏，妈盛了晚饭，让我端给你。我又不饿。死要面子活挨饿。陈潇听说你要去市里读书，他怎么说？我才不管他怎么想的呢。那你还告诉他？快8点半了，你今天作业做不完，我可不帮你。今天晚上8点半会发生地震。别拿了，把命保住了，家里这些都可以再挣的。好了，晓得了，马上就好。没时间了，别等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娃儿！刘梦，你说今天晚上不会真有地震吧？我也是信了你的邪了，哪儿来的地震嘛？深更半夜的陪你在这藏闷儿。陆光，地震会不会
真的就没再发生。糟了，少两样东西。哎，你别动，要什么我去帮你拿。流氓！啊！小小，别出来！小小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你呢？妈妈没得事，就是有点累，想歇一会儿。程小时，太痛苦的话，就退出照片吧。有妈妈在，只要妈妈在，你就没得事啊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还是要让他死？为了让一切复旧如初。既然不能救他们，那带到的那些话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一晃那么多年了，如果哪天我能早点赶上回镇里的车，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傻瓜，我都说了，无论过去，因为我们不能改变过去。昨天在家里整理的时候，竟然发现这个老东西，以为地震时候给埋了。